等待，准是白点，互恁笑嗨嗨。阮的这无袂凊彩，文化对倒，恁着当坐来。好天不断福阮来，迄个新闻报你知，对团就到自在，迄个团成有表亲像在。平安顺心吉祥感恩，欢迎您收听雨涵的广播电台。哇，很多人很喜欢呢我们这样的 Podcast 节目。那呢，今天呢，我们要以这样来唱歌为主。为什么呢？要以唱歌为主呢？因为呢，咱较早咱来听这个广播电台的时阵呢，是不是拢听这个歌曲啦，来听这个歌手的歌声啦？所以讲呢，今仔日呢，安尼 Podcast 节目呢，要来做无啥同款的内容哦。再来呢，咱首先呢，先来带来一首的歌曲先来带来一首歌曲，叫做我们的《秋夜曲》，也就是呢，我们在电视歌仔戏曲调里面呢，非常容易来听到的，比较悲的啦，比较苦的这一首《秋夜曲》，感恩大家。顶乖顶乖，阿娘抱阿娘笑，春歌当路的我抱在怀中，盼在夜你成了，天色美在你敢无个地旁阮无惊，家乡想。在哟，为家头做。我知道，流毛来煮汤。哎呦，盼恁通行，用恋爱去行。要到无笑意哟，顺个到尾。
首的秋月曲是否好听呢？在呢，我们雨涵电台的新戏哦，《百年万曲胆细币》里面呢，哇，这个秦香莲哦，非常的可怜，家己溜巴咧飞来煮汤酱价钱。那呢，再来呢，他端着这一碗汤呢，去到这个呢，公婆的房间的时候呢，发现公公婆婆呢，居然呢，这个上吊自杀哦，这个吊倒离戏。我们呢，等一下呢，来听这一首呢，《梅花落》，感恩大家喽。见公无条道理心，但是心不安差定，也是小弟被小心，因是全无分你单细。讲不出真家庭无嘴，用力带行天笑讨气，孙家倒霉真捌代志，生活困苦无好爱天。这一首的呢《梅花落》呢，是否好听呢？是否呢感觉非常悲惨的感觉呢？其实呢，《梅花落》呢，我们可以唱慢版的啦，也可以唱呢像这样子比较快版的。而且呢，在这一次呢，我们把它加入呢这个爵士乐的风格。等一下呢，来唱一首呢我的自创歌曲哈。我们把古诗呢这一首《临江仙》呢，把它改造一下呢，把它作为自创曲哦。而且呢，把它挑战成呢这个跨越12度音哦。哇，这个写谱的这个小楼呢也非常的厉害哦。他说呢，他自己在写哦，都觉得呢有点吓到不敢自弹自唱的感觉。等一下呢，我们再来听这一首呢《临江仙》，感恩大家喽。我们呢一起来听呢我的自创曲啊，这一首的《临江仙》，非常非常有这个气口哈。那呢，在这一首的《临江仙》里面呢，有这个古筝的伴奏呢，是我们的小柔，还有呢，里面呢，你可以听到这个 Kiki Coco 的这个叫做我们歌仔戏当中的口啊伴，这个呢是我自己所打的哈所以说呢不专业呢，也请你们见谅一下下哈。古今多少事，大户交淡中，滚滚中江。红烧水，龙花淘尽，咻咻
英雄你是非成败全跳空，青山依旧在，记录襄阳，记录襄阳。别看去叫江道上，观看秋月苍凉。一倒落酒，天上风，古今多少事，都笑谈中，都笑谈中。这一首的《临江仙》呢，是否好听呢？这是属于我们的自创曲调啊，所以说呢，也感恩呢我们的粉丝好朋友我们的小罗的这样的古筝的伴奏啊。当然呢，他有试过呢在乐琴的伴奏，很多好朋友说哇，你这样子跨12度音呢，为什么要把这样子唱得这么高 key 哦？那乐器呢是不能调的吗？其实乐器呢，如果说这样的乐琴啦、吉他啦，这种呢是很好调的乐器哦。但是呢，像是古筝啦、扬琴啊等等之类这样的乐器呢，它要调一个音阶要调这个调呢，就非常的麻烦哦，要转好几个这个卡榫哦。所以说呢，我们呢也先感恩一下我们辛苦的小罗的伴奏。再来呢，我们要带来一首歌仔戏曲调当中呢非常重要的一首曲调，叫做呢我们的杂念调哦。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呢这首的杂念调。感恩呢我们线上的好朋友来收听我们这集的 Podcast 节目，带来一首杂念调。乡三当汉在起，无米无水受要紧，公婆两白吐火水，家贫无钱如何来请先生？无法天地要展开心救地，搁看春歌冬梅8月10月的年纪，山鸡落叶身体起，乡邻我起声，了肉煮汤芳到位，行见公婆吊到伊无可以。你说父母两白来吐火水，家己了肉将因妻相亲心，我去怀疑敢是肉无钱，害因想想讲归因死，骗我一时掉头魂归天。害我强脸皮刺头，分离生命啊，三当无当出道。
公无自尽，是要写轻新妇的当当。剩阮三人，全个当妹煞好要做阿弟啊！沿路讨起，鸡蛋行椅，拢咧谣传细米你的歹名声。恐然唔相信，搁甲新年客栈的头家娘歹面相看，声音讲来拼输赢。你去过新年客栈，头家娘敢甲你讲啥？讲你傻公主，眼高一定，气焰高张，大名鼎鼎，骄傲的驸马啊！对啊，以后别讲我爹的歹话，我袂安尼啊！兄弟，好啦，其实我早有准备，有一天恁会找到驸马府，无必要斩斩杀杀。其实我咧上京应考赶路当中，嘛甲新年客栈的头家娘有一段感情。你讲查甫人，搁一个无爱无起用。来，这是我早就准备好的寿司，帮你甲囝去自由。也搁有这包银两，原谅细米良心，比前世较不如。啊！阿爹！阿娘，为什么阿爹要死？大人世界真歹解说，像咱三人心爱合作，咱做伙送定，永远最后一滴落。春哥，大妹，是否好听呢？听到这里哈，我们刚才有介绍到呢，这个歌仔戏曲调当中呢，也很重要的其一哈，咱的十连马调。但是呢，歌仔戏曲调里面哈，当然不外乎就是呢，咱这个七里亚调啦、江湖调啦、大马调啦，也搁有咧咱这个十连马调哈啊。所以说呢，我们来一首呢，也是七字调，但是呢，来一首慢七字，感恩我们线上的各位好朋友。草菜边旁好官只要心怀归台呀，看阮无惊应走，阮唔敢走。西米，你哪会这做情？卖了口水啊！两汉地替牛啊，爱阮替你友好，不再相亲啊，这心意了到真不好。我为公保梦西老，西比真不好。哇，在这样子呢，听歌曲的过程当中呢，时间呢，是不是过得很快呢？最后呢，节目的最后一样呢，来带来一下呢，来唱一下曲调啊，做个节目的结尾。也感恩大家呢，非常喜欢呢雨涵的广播电台哦。我们呢这一出新戏呢，
大年元曲蛋色饼哦，刚好呢又再来出我们的 CD 专辑哦，所以呢，拜托大家呢多多的捧场，多多的给我们支持鼓励。我们呢有分成呢单卖我们的 CD 专辑是我们的450元，如果呢这个 CD 专辑呢再加我们的 USB 呢是来到我们的700元哦。有想要购买的观众好朋友呢，也都可以呢加我们的 LINE 哦。LOVEWANLIN， 以及呢在底下的这个资讯栏的连结呢，有我们的 Seven 超商以及呢我们全家超商的货到付款的服务哦。也感恩大家呢喜欢我们雨涵的广播电台，如果呢想要呢赞助我们的会员频道的好朋友呢，也都可以呢多多的跟我们做洽询哦。节目的最后呢，让我们来一首呢安内去假调哈，乞丐调来给大家听一下下哈。我们常说呢，在戏曲的舞台上呢，看到这样子的乞丐出台啦，要不是呢唱我们的江湖调啦，要么就唱我们的乞丐调哦。偶尔呢，当然呢，咱买当唱这个十连马调哈。来，我们来听一首乞丐调，然后我们线上的各位好朋友喽。用莲江东西西边比不了，已经托相见，是我已讲要家乡。先心民族赞助个南山那金几点西下不了见到要万里。谢谢你所要爹背，无吹爹凄凉。